皇上，请您移驾正殿。不用，就在这下。有完没完啊？快点吧！下周四晚间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感谢罗琳雅、苏生一冠名播出。我是一名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我踏入部队第一天起，就将团体利益放在个人。班长，我可不可以有最后一个请求？我想让大家在我的石膏上面签名，当做纪念。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六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六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Shiny 拍完台中。2020跨年狂欢夜，阿 Ken、Sandy、夏雨欣联手主持，最强女生杨丞琳、安心雅、曾沛慈、Gail， 全台独家卡司王心凌、徐佳莹、吴宗宪，新生代人气偶像周兴哲、毕书尽。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这是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下昼陪立法院候选人柯淑华来扫街拜票，接受媒体访问。大家真关心就是昨昏总统辩论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讲到总统撰文伫咧党内初选的时，因为利用网军才会当赢，伊讲若无对手应该是赖清德。赖清德下昼针对这件代志嘛有上新的回应，伊讲到韩国瑜应该是真轻视民进党，大家真团结。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天早上特别来到了台北市的松山信义区，要来帮立委候选人许淑华站台。两人还一起踏上了许淑华的秘密战车，要来扫街拜票哦。而提到前一天的辩论会上面呢，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是频频在辩论会上面提到赖清德，还提到说，要不是当初蔡总统来动用网军，今天跟他站在这边辩论的就应该是赖清德。对此，赖清德也做出最新回应，来听他怎么说。韩国瑜市长在辩论会上面就不同的议题多次提到我，这应该是一个心理的投射了，因为他很羡慕民进党的团结。那民进党就是民主的政党，有民主的文化，内部竞争，外部团结。那国民党比较欠缺这种文化，所以难怪了看到我坐在下面，不断的提到我但是我们也希望其实不仅仅是民进党有这样的民主文化，台湾也要有这样的民主文化，就是内部政党之间竞争，但面对中国并吞的时候，我们外部要团结。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力量面对中国的各项威胁。可以听到赖清德认为呢，他认为韩国瑜应该是心理作用的投射，他是羡慕民进党的内部团结。而赖清德也进一步喊话，他希望说台湾内部虽然有政党竞争，但是对外可以一起团结对外来对抗中国。上项最新，先把摄像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新杰，继续来关心小连线上新的消息。先来看到了雨天塞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下午7点，桃园三民路桥发生一件轿车弄中央隔壁岛的意外。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早起时7点钟，规个天色也是乌蒙蒙。一只自家用因为落雨天看袂清楚，车驶去中央隔壁岛，结果调伫内底袂顶袂动。顺路的警察发觉了后，赶紧来到现场指挥交通，嘛派拖车来到现场来排除这个情形。赛车人讲，下晝伊是为三民路要去建国路的方向，因为落雨天看讲无真清楚，才会无细力甲车驶去你隔壁岛，该在无人受伤。
另外，这件车祸，这架车就无遮尔好运啊！这是高雄发生这件车祸的意外，一架轿车经过国道10号向西16公里2的所在，无含头前车离较远咧，直接撞到头前一架山石仔车，这架自家用当场并一连，钣金嘛拢弄甲密密麻麻。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柯奕成来带来了解。奕成。好，观众观赏可以看到呢，后方这部白色自小客车呢是一路跟在这个砂石车的左后方，但没想到突然间呢，这部白色自小客车要变换车道，但它没打方向灯之外，竟然呢还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也因此呢下一秒是直接撞上了这部砂石车，过程全被后方的行人救起拍下来，看看当时情况。我可以看到这情况真的非常的危险，因为整台自小客车就直接撞上去，而且呢下一秒整台车就直接翻滚，最后呢是直接撞上了后方的护栏。那么这起车祸就发生在28号的早上7点多，发生在国十的西向16.3公里处。而其实当时呢，这部白色自小客呢，先前就已经被民众的行车记录器拍下，因为他当时呢就曾经开在外车道，但一下呢又往路边飘。最后呢，又转回到内车道，因此呢，可以看到，其实呢，这部自小客车是一路上不断的在漂移，而最后呢，还因为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也因此呢是撞上了前方的砂石车。但还好呢，这起车祸呢，车上的驾驶呢人没有事，但据详细肇事原因呢，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那么以上是我们讲到最新情况，先把时间交给彭丽主播。多谢奕成，同款是小连线上新的消息，继续来关心。这是这支青红灯倒落来，拄啊好，落伫咧网仔顶面。这是彰化鹿港的鹿东路，一架山石仔车因为车的后斗，这个网仔袂记得甲伊收起来，经过鹿东路一个12路口的时，甲这个青红灯弄断去，拄啊好落伫咧网仔顶面。这段画面，互真侪网友看到到底，拢感觉足爱笑，讲会当讲是现老啊，拄啊好去辅导青红灯，讲这一斤要安怎卖。落尾警察讲，这款的行为啊是害罚的，唔那是赛车的人，也就是这位运将爱来赔偿，另外还要赔差不多16万的这支青红灯，可能这个运将就笑袂出来啊。政治消息，继续来看到国民党屏东立法院候选人周家琪，今日下晝来到屏东地检署市陵，要来告不当籍的对手苏振清的阵营，讲伫咧选区内底挂乌的这个布条，也有看板，互伊实在是挡袂牢，要来大动作提告。来看到这个画面，伫咧共党的议员陪伊来，周家琪来到屏东地检署，甲大家背过证明伊的清白，伊嘛趁机会讲到对手，也就是苏振清。利用伊做立法院的这个院长阿姐，也就是苏家全，伫咧党内打合，伊才会当来参选这个立委，或者周家琪我都接受这款的讲法。搁再来关心社会事，这是顶礼拜日中昼台北市西门町的上款，一个汉中派出所的警察骑奥多麦，因为无戴安全帽，互民众检举，结果警察互人抓包讲是违规。原来这是有原因的，这是迄一天拄啊好是武昌派出所和汉中派出所两个要合作伙，两边的警察大家无用试试，无用搬厝，一个袂记哩爽爱戴安全帽，警察骑到一半才发觉伊无戴安全帽，已经袂赴，互人翕相检举，警察嘛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来罚家己人。车一直驶进前，对边啊徛来一台奥多麦，但是详细看，这个骑奥多麦敢若倒位怪怪。奥多麦骑一段路了后，雄就动落来，停伫咧路边。骑奥多麦的人赶紧对车内底将安全帽仔摕出来。这个袂记得戴安全帽的技师，竟然是一个警察代理。原来伊是汉中派出所的警察。24号平安夜迄天，拄啊好拄着武昌甲汉中两间派出所要合作伙，两间派出所的警察拢无用伫搬厝。这个警察代理才会无用甲袂记得戴安全帽仔，就来骑车。情有可原归情有可原，但是还是不太好了。违规的行为，互人全程录落来。虽然民众感觉会当理解，但是违规就是违规。警方嘛按照道交的条例来开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告发，依这个罚款是新台币500元。一时大意，骑车袂记得戴安全帽啊，嘛互社会大众一个无好的观感。希望这张小小的罚单，当互警察代理来提醒家己。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看到这2天规台湾一寡所在落大雨，引起灾情。先来看到台南的客家区成功路礼拜日下午，一栋旧的家厝天棚汹汹崩塌落来，厝顶破一坑真大坑。迄当时厝内有一个22岁外国看护，也有80多岁欧巴桑伫内底，看护倒平大腿，也有头和物件喊着伤。2个人惊甲新闻无条体，该在惊无代志。不离个无代无志，厝顶哪会崩落来？敢会是因为透暝落大雨的原因？搁要进一步来调查。这个还无落来啦，这冻掉安尼，这冻掉的啦。茶规矩落落来，厝遐壁角搭甲规涂骹，连家具嘛，互人缀伫咧下骹变形。现场会当讲是乱糟糟。这规巴当的厝，还是早都拢会流啊啦。一间好好的厝，哪会雄雄敢若炸过共款？往顶悬一看，原来是天棚规地崩落来，厝顶破一个大坑。老人较欠啦，都讲无啦，我还无歹啦，隔壁的水甲我流过来啦，得要12点嘛，11点我放落啊。代志就发生伫咧台南客家新公路，因为即间下厝旧年无整修，加上即前2天一直落雨，里长就惊会出问题。29号早起就有先来关心，无想到11点外，即间家厝雄雄砰一声，刷落来就传出崩落的灾情，有袂少的厝边拢惊着。拍电棚起来，可能人咧白遐。炸了去，判去啊，通拨落啊！意外发生的时阵，厝内有一名22岁外籍的看护，甲80多岁阿嬷，因为袂护伞，看护的脚甲头拢互落落来物件弄着，警消接到报案，随就将因送病院治疗，好佳在拢无啥物要紧。啊，若厝顶是安怎雄雄崩落来，是毋是甲落雨有关系？就爱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可能嘛是因为落大雨，人讲做总铺惊正斗，若做土水就惊掠楼。变若是落大雨，2楼灶骹就淹水，厝主无奈破文，要来请教网友原因到底是为虾米？这是台中太平区一栋20多年的透天楼仔厝，这几年变若是落大雨，2楼灶骹的涂骹排水孔就一直满水出来。厝主过去捌找水电的师傅来修理通水管，结果无偌久，佫发生同款的情形。雄落一阵大雨，灶骹变做喷水池，厝主赶紧甲画面翕来。分享到网络去，望有功夫较老的人来开破一个，赶紧来找原因。2楼灶骹排水孔一直渗水出来，涂骹积水安怎切都切袂完，互厝主是又搁忝又搁无奈。像你安尼卡安尼，你怎么已经较几趟去啊？哦，较早20趟啊，头20趟走袂去啦。这已经毋是头一摆，台中市太平区这间4层楼的透天厝已经起20多年啊。只要外口落大雨，灶骹的排水孔就会敢若变做涌泉，互厝主是真困扰。如果你若正经讲是外来的因素来照你讲水是会垃圾，但是伊是拢清水啊，雾遮大降出来，这是就是讲足奇怪。厝主怀疑是灶骹的排水管线塌掉，毋有家己来通，嘛捌找过水电师傅，但过一阵仔，这种情形就搁再一摆来上演。这摆赶紧将这个情形翕落来，铺起你面册，希望网友会当斗3天来想办法。早期的房子，它没有把管线做分流，那个雨水管跟家里面那个厨房排水是共用，下大雨那就排不出去。敢若就是早期的厝排水管线无做分流，灶骹的管线年久月深，互油垢来塌掉，才会一个落雨，水量伤过大，就会对排水孔来摄转来。底阳台再做一个明管底管独立分开来。这个分流就不会了。年就得要到啊，水电达人嘛提醒，平常每半年都爱将厝内水管来通咧定期保养。若是大楼每5年，该来做一摆整体管线检修，避免建筑物出现漏水、渗水的情形，影响到大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这张罚单，也有这张相片，原来这是有故事。这是高雄一个保护总队姓朱的高级警官，伊的后生嘛咧做警察，结果徛倒摆违规超速，老爸看到后生违规，互人翕来的模样，认为讲这是歹模样，互伊足无欢喜。不离个详细一个甲看，后生后壁加载一个查某囡仔，嘛互伊感觉也好气也好提，阵啊甲相片含罚单带伫人面册留话，讲感谢警察局，甲伊讲后生已经大汉再女朋友。另外好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嘛甲伊恭喜，讲今仔日收红单，明仔载就会放红贴啊。测速翕相机啊，翕到原本是限速50公里的路段，不过相片内底这个骑士竟然违规超速，当然是爱罚罚。也那这张红单，当然嘛是照规定寄到车主的手头。看到挂号，又看到是警察局的，就知道是红单来了哦。但是打开看看，驾驶人不是我啦。后来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子哦。原来这个超速的是车主的囝。其实这个车主是伫咧保安总队的高阶警官，也那因囝嘛是一个警察。
他10月份才刚警专毕业哈，到台北那边去服务啦。姓朱的警官看讲，因囝伫咧正前有考调警察的特考，而且伫咧10月黄分配到北部一个刑警大队咧服务。做老爸，就伫咧顶个月甲家己的奥多摆托运上北，通互因囝来做大埔的工区。想不到伫咧最近却收到罚单，头起先拄看到无啥欢喜，不过看到因囝后壁加载一个查某囡仔。伊就知影讲，因囝已经有交女朋友，看落去到地气嘛消气啊，心花颠倒开起来。自己儿子载女生啊，所以觉得说可能是孩子长大了哈。也没想到我们的好友很热烈，还说什么今天红单，明天就红帖哦。这个姓朱的警官，伊事后甲这张罚单和相片甲打在面册顶悬，还佫留话讲，感谢警察局甲我讲，囡仔大汉咯，会晓载女朋友啊。安尼嘛，成真侪好朋友伫咧网络甲恭喜，只是讲做一个警务人员，佫爱搁较守法。即马这个警察老爸嘛爱因囝家己去立罚单，爱学一摆乖，谨记在心内。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画面来看到，搁10外天啊，伫要选举，今日台湾民众党发起人嘛是不分区立法院候选人蔡壁如落南到台中，和其他共党的候选人做伙来扫街拜票。嘛，互人问到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也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敢已经请假要来辅选，来听蔡壁如上新的讲法。壁如姐，记者媒体，请问说是不是市长现在已经开始请假辅选？市长的请假是需要而请，那他原则上他一直说每天早上的晨会还是他很重要的处理台北市市政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大概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的话，他每天早上还是开晨会。今天早上晨会就已经停止了。没有，只有今天早上请假，因为昨天在高雄。那今天还有高雄的行程，因为今天大概他的行程是高雄地区的一些企业家想要跟他座谈，那讨论那个高雄的一些长期的一些问题，所以因为昨天晚上在高雄，所以大家就没办法回到台北。那他明天还是会继续，还是会回去开晨会，然后开市政会议。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立法院按算明仔载要来三读反渗透法的草案，在野党会当讲是全力反对，今日要搁一届来召开朝野协商，党外嘛有支持的党派来応援。另外，详细情形就要连续记者叶婷来带咱了解。叶婷。好了，主播各位观众，明天呢，立法院预计要处理反渗透法的草案，而今天呢是再次的召开了朝野协商。不过呢，日前民进党团呢是提出了修正的动议，除了是微调呢渗透来源的定义之外，也把罚金呢是提高到了1000万元。来带您听一下立委们的最新说法。因为渗透来源包山包海，你哪一天会误到法网都不知道，而且法网张得非常的广，非常的广，而且涉及的刑法是5年以下、7年以下有期徒刑。说他有好好讨论，有好好沟通，骗鬼真是骗鬼。反渗透法有一定的看法，以及要好好理性来谈吧。我相信今天在经过今天的协商以后，应该是明天通过，应该是交易完程序通过，会和平的通过吧。但那天火药味还蛮重。赵小香一定有攻防。那看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一团和气啊。国民党既然国民党提出了对案，这个我很惊讶，代表国民党心里有底了嘛。不过呢，是在朝野协商之前呢，在野党呢是提出质疑，为什么呢一定要在选前呢是执意的通过，又或是执政党呢并没有充分的沟通？而如果呢今天朝野协商呢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的话，明天呢也将是按照程序逐条表决。以上是立法院的最新时间交换，棚内主播。多谢叶婷。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前总统马英九下早来到台南陪国民党立法院候选人落街扫票。互人问到前一天总统辩论会韩国瑜的表现，前总统马英九学到韩国瑜火力十足，也毋过会当主导全局。无回应韩国瑜伫咧辩论会讲到马英九想过软正的代志，做伙来听前总统马英九上新的讲法。韩国瑜的表现如何？你觉得？表现啊，火力十足，主导全局。OK。那总统怎么看待就是韩国瑜对你的8年执政的一个评价的形容？这样，总统你怎么看？我们昨天我们办公室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我们也需要再补充了。所以今天的行程还是很硬嘛，早上7点半就要来这边这样。当然了。我今天在台南，明天在高雄，
都是全天的，像我们跟燕筑大概至少5个小时吧。对，等一下要扫街游程。对啊，我们帮总统候选人、立委候选人辅选，一直会辅选到投票的前夕。昨昏电视辩论会了后，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无安排公开行程，发言人余美人出面回应相关的议题。今日早起时，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向强烈人面册通知讲，要和宋楚瑜正早顿开直播。现场兼主持的余美人讲，这个活动是临时想到的。对，因为他们两个一直希望能够这个。可以共聚一堂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大家的时间也都凑不起来，因为主席之前都在忙的这个政见发表会，还有这个辩论，那么约来约去呢，就只能约到今天早上，所以就在今天早上这个吃早餐。那么是突然觉得说，那干脆直播好了哈，让其他人都知道，所以对媒体也很抱歉，这个是他们两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反而是直播被我们那个突破了哈，不然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参与这样子的。因为昨天那个郭台铭先生一整天都在新庄、土城、三峡在跑行程这样，他们就是在直播里面一直有强调这种庶民吃早餐的想，就是希望营造个话题来让避免自己宋楚瑜这边被边缘化嘛。我们不需要制造话题来避免被边缘化。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早餐店是我跟庆瑜还有幼童，我们之前去吃过，我们觉得非常好吃的这样子。那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是被宋主席被边缘化。我必须这样讲，其实以宋主席的这个从政经历，他当然知道草包跟菜包的步伐是怎么踩的，但是他不愿意走这样子的一个步伐，不是他不懂。而是宋楚瑜先生，他听到了更远的鼓声，所以他跟他们的步伐不一样。台湾的未来即将面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领导人所要具备的一个事情。他眼光放得非常的远，他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台湾的未来。在诡谲多变的国际情势里面，我们怎么样守护好我们的国家？因为就是直播是后来突破了嘛，原本只是这个主席跟郭董一起吃早餐，是不是？担心说郭董跟主席一起合体，可能他不小心在媒体前面讲错话，像先前替台中杨全英站台的时候，会前就有点失言了，反而可能会让你扣分。盟友合作的感情不会改变，盟友合作的这个逻辑也不会改变，也不会受到影响。明仔载伫要跨年啊，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变化。东北季风变较透，南方云系看板水汽，今仔日规台湾天气拢无讲真稳定，拢有可能会落阵雨。气象局嘛按算明仔载跨年暝都较袂落雨，冷空气上盖透，北部低温落甲剩15度、16度即卡斗。提醒民众出去外口准备要跨年，爱记得穿较少落咧。讲到跨年，继续来关心台北2020年跨年暗会和101烟火表演。明仔载伫要上场，市政府加强4个位安全问题，发动3个阶段交通管制。详细警铃连锁记者陈祖勇来带来了解。祖勇。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台北市政府的跨年活动呢，即将在明天晚间的7点就要展开哦。那么台北市政府这个辖区的信义分局呢，还有配合市刑大的警方呢，都在现场在加罗紧锣的密鼓来准备为现场这个警力呢做准备哦。123明天的这个跨年的行程呢，就怕有发生意外。除了远警在场待命之外，也请来了4只的这个增收犬哦，要来这边现场来做预先的防治哦。那么警方的防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副分局长的最新说法。整个警察局动用800名的警力哦，那实施3阶段的管制范围哦。这个管制范围初期哦在市府周遭，第2阶段到这个基隆路，第3阶段到光复南路哦。这希望要参加的民众一定要对这个交通管制范围的资讯哦要相当了解。那么除了现场明天的活动之外呢，其实现场禁用的一些物品也很多，像是有波波球以及空拍机等等的，在现场都是禁止来带入的。只要你一带进来呢，就会被警方这个空拍机的这个击落枪给击落哦。那么现场的警力呢，正在紧锣密鼓的就在巡视当中哦，就怕是明天演唱会的时候会有发生意外，也要确保明天开始从7点开始的演唱会的活动呢，就能一切顺利到准备这个演唱会的结束。那么以上是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内。
多谢主阳，继续来看到2020年跨年，今年有5月天，也有蔡依林留伫台湾陪大家做伙迎接新年。嘛，有一寡天王去到中国来赚跨年钱，像讲金曲歌王王力宏，到时阵会伫咧江苏卫视跨年夜，伫咧中国和中国观众做伙来庆祝跨年。也有孙燕姿、潘玮柏、邓紫棋。另外，东方卫视的部分有罗志祥、梁静茹和那英，也有林俊杰和香港天王郭富城会伫咧湖南卫视。陪歌迷来到达表述。光速穿行，让时间追逐我的脚步。勇敢的人最幸福。原科技风格咧做宣传，金曲歌王王力宏2020年的下年暗会选伫咧江苏卫视来表演。伫咧工场的也有孙燕姿、潘玮柏、邓紫棋甲欧阳娜娜，其实也有真侪演艺界的大咖，拢要来唱对岸的泉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看伊深情咧献唱，人气一直拢足悬呢。有人甲合作讲是会行路的 CD， 这就是歌手林俊杰。这边要来和香港天王郭富城，还佫有这个杨宗纬，伫咧湖南的卫视要来和迷众做伙来倒拍算下年的时间。也若台湾的迷众，恐惊都爱伫咧网络的直播顶悬，才会当看到因的偶像。早就穿好势，要伫暗会现场来甲点一个舞机。小弟罗志祥，2020年的下年是来到东方卫视，伫咧工场的也佫有梁静茹甲那英，这个阵容会使讲算是真十全。也若伫咧31迄天，伫台湾的天后蔡依林，嘛事先来到北京和信做伙来娱乐央视的下年节目。也若这个浙江卫视是因为高以翔过身的事件，会使讲去互网友甲骂甲要变过，再来致使下年卡数拢还未公布。外口咧谣传讲周杰伦捌答应要参加，不过伊的经纪公司嘛回讲绝对无这个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无论是今年换几个头家，这个时阵拢按算要来食尾鸡，尾鸡抽奖，真侪人拢感觉总是和大奖相闪身。到算命先生建议讲，若是这2天准备要来食尾鸡，2019年招财好运色是红色甲咖啡色，建议甲这2款的色水穿伫咧身躯，安尼就会当有好运好彩头。若是尾鸡是咧2020年，就爱改穿白色或者是米色。原因是啥物？算命先生有一套讲法。尾鸡抽奖，若无想要甲财神爷来小闪身，有命理的老师讲，其实穿啥物衫有玄机。尾鸡伫咧2019年穿火色水甲土色水，上会当招财开运。火能生土，也就是象征在五行色系上面说的话，它代表说它能够生它。那象征性来说的话，代表财运上面说比较容易加分的。想要甲大奖摕回去，2019年火色水参像是红色、橘仔色，土色水是咖啡色甲黄色。命理的老师认为，拢对添好运有帮助。马上就要迎接2020庚子年，因为庚属于金，金属于白色、米白色甲金色，每个拢会当参考来穿。若暗黑的色水都较无建议。黑蓝灰色色系来说，就等于是比较象征只要减分的一个色系。想要伫咧尾鸡摕到大奖，衫的色水嘛是有小心机，若是穿插有最后的规定，安尼就将开运的色水穿伫咧内底。不管你是不是相信，试看卖，无一定大奖，就互你摕回去啊。记者综合报道。后日就是元旦，有一寡风景所在嘛要正式来公开，其中一个就是花莲这个无啥人知影的风景所在，就伫咧七星潭风景区内底400高地，有一个战备地道，这是日本军伫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用来防美军登陆做的，特别乌涂骹的矿坑。经过县政府规个修理订款了后，特别伫咧后日，也就是元旦1月初1，头一届正式对外开放。伫这个月23起开放，互大家来预约，民众会当先伫网络报名。都有机会来到花莲，亲目睭参观第2届世界大战的历史遗迹。
看过去一大片的花海，就亲像是伫咧仙境，花随着风伫跳舞。这是花莲七星潭400高地花海。不过，对明年开始，民众来到花莲七星潭，唔若有花海，搁加一个特别的景点，就藏伫咧这条路的路头。行过这条路，一个坑道入口就出现伫咧眼前。这条200公尺长的坑道，就藏伫咧七星潭边仔的400高地，就连花莲在地的人都唔知影这段历史。你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们自己住花莲的，你也不知道说这里有个坑道？不知道，应该会想来。啊，你会想要开放那天，你会想要进去看吗？想啊。从这里到第一个炮台大概有应该是160左右，大概160米。随着这条路行到路头，就会当看到大海。这是伫咧第2次世界大战当中，日军为着要保护海边的飞行场，防止美军的行动所挖的坑道。整个我们花莲县的北部的一个海岸线大清水、清水都看得到，所以这一个部分就是以前他们防卫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经过县政府的征收，就伫咧元旦头一遍对外来开放，而且伫咧2020年1月23号开始采用登记的。民众若想要来看这个二战历史的遗迹，就会当上网络来登记，像伫咧头前来看这个新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嘛是新的风景所在，嘉义东石这间市场是伫咧鹅古湿地生态园区内底，头家是一个少年家，长期故乡创业，家己做头家，把厝内底传统的气温转型变做休闲市场，利用湿地特性发展到湿地才有的生活，会当来遮赏鸟呼鱼上特别的就是互民众来遮会当坐海贼船，来到湿地中央来捕海菜、望粉摇、蛤蟆，大人囡仔拢算甲真欢喜。我们然后要上海盗船呢，我们等一下要去抢海底的绿色黄金海菜。囡仔穿海贼衫的装备，看到真有气势，坐海贼船来出航，准备要来探险捕海菜。除了捕海菜，还佫会当来体验这个望粉摇。对囡仔来讲，这是头一摆去捌达到，安尼感觉真亲切。那个是什么？文蛤，你不要说。嘉义东石乡经这个市场的头家，伊是返乡的创业青年，伊甲厝的传统的这个鱼温真成功，甲转型做休闲市场，甲设计成做真有特色的海贼学校，过来杀出生态旅游、渔村体验、休闲套装这行程，要互大人甲囡仔拢爱算甲真乐暢。可以看到实景，然后状况，然后跟亲子同乐，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很特殊的体验，多接近大自然，这是在台北是没有的。若是酸甜就会当上岸来食好食的。市场的头家用透蓝的方式来养殖，伊无抽地下水，拢是用有机的咧饲。看这个蚵甲放在网仔顶，烘出这么清甜的滋味，安尼互人食到是足爽脆的。那会做海菜的养殖，是因为海菜它是一个夕阳产业，它以后会随着九孔消失，就没有人养了。这几年我们也结合环境教育的课程，还有议题一起来做转型。园区是用创观的概念来设计，规家大细要互你算甲真够开。伫咧现场，还佫有规箱的海贼道具，通互囡仔家己来好好甲景一下。伫这款好耍创乐内底，嘛要互民众感受到业者策动环境教育、保存渔村文化的用心。记者综合报道。五湖四海大代志，人咧讲爸母做大句，好话一句哪算少，屁话一句哪毒药。中国有一对新郎新娘，伫咧结婚典礼现场，上台互亲情50个人祝福，不离个放送新郎大汉的过程影片的时，常常有偷食的影片出来。原来是新郎为了要甲新娘复仇，因为发觉讲新娘捌偷食过，偷食的对象也佫是新郎的姊夫，这段关系真复杂，才会计划伫咧结婚典礼放送这段影片。新郎新娘险险为着这件代志来起脚动手起配面，亲情50看到这个场面，唔知讲今仔到底是搬倒一出。各位亲戚朋友，今日是我人的张大哥的公子娶新妇的好日子，大家拍破拍破。男女朋友行到结婚，本来是真欢喜的代志，想不到幸福的气氛煞熊熊变甲真紧张。现在为大家展示2位新人的成长视频，请大家观看大荧幕。为细汉到大汉成长的影片，伫荧幕顶下放出来，现场的人客拢叫出来。代志都发生伫中国，原来新郎真正发现新娘偷食，对象佫是新郎的姊夫，所以就决定要报仇。伫婚礼顶下放新娘甲姊夫2个人开房间的影片。
看到新郎甲新娘就要拍起来啊！亲戚朋友赶紧冲过去，甲两个人诱开。这段亲像8点钟的剧情，轰破去网络。几乎问这个事随便做中国网络敲吹上夯的字，结婚典礼变做夜空大会，和主持人讲的这句话，听起来就袂输咧甲因口水咧。杨德帅，你的好看这样说对不对？不过嘛有网友质疑影片唔是真的，唔管结果是啥，几乎拢已经成做网络顶的上夯的话题啊！记者综合报道。或者心情来看到家主公主，互人俄罗斯日本方式上水的一个做25岁生日。日本今年改条换代，日本天皇德仁登基，少年辈方式的成员更加互媒体注意到。家主公主真有气质，笑起来更加迷人。伊做代志嘛真美手，无公开做生日的活动。也毋过伊有艺人煞心人的特性，按算讲到时阵就有一寡始终的卖相。为了替家主公主庆祝25岁生日，日本宫内厅昨公布一段影片，家主公主伫御花园内底散步，表现真特别的气質。日本網友攏講伊確實是皇室內底上水的。秋篠宮家の次女佳子さまは今日25歳の誕生日を迎えられました。家主公主是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毕业的，主修艺术。新年了后，家主就抢在代表方式参加公开的活动，优雅大方、高水有礼貌，真受日本民众的欢迎。長年母の紀子さまが担ってこられた式典に出席するなど、さまざまな公務に取り組まれました。家主最近一次出现是伫今年10月，日本天皇德仁登基的时阵，家主用瑞亲王的身份，穿传统王室的衫，高贵又有雅气。9月，伊嘛代表日本去奥地利出访，庆祝日本甲奥地利建交150周年。家主穿日本衫，笑甲真温柔，互全世界网友拢煞着伊。家主公主昨满25岁，日本媒体报道，伊无公开活动，不过封做日本皇室煞心人级的人物。日本的民众拢真期待未来会当更加接看到家主公主出现。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要继续带大家关心香港反盗反钓的行动，甲打也未收煞，嘛影响到观光客这半年较久的时间，大家较唔敢来到香港旅游。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式。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你认为正是意外？有奇，探望病人固然重要，抓捕凶手。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式。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了解的这里就是时，这个时有人说时，另外时嘛有时间场合的意思，像咱讲时辰、即时、迄时、时阵。另外嘛有流行的意思，像咱讲着时，也有时行。带大家做过来了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不管时，这个意思就是随时，什么时阵拢有。第二个词现此时，就是即马、即站、现在。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比如讲。现此时，三更暝半想要买物件，搁较利便。2、3步啊，到便利超商，不管是拢会当买到。四手啊，也有生活用品，实在真方便。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时，提供给大家参考。
公路现处时，香港反盗犯条例行动甲打也未收煞，影响到观光客。这半年较过的时间，大家敢唔敢来到香港旅游？根据上新的统计资料，今年9月，台湾人去香港旅游的人次是11年来1个月来上佳纪录。台湾、香港航线载客率嘛去影响到，即马平均册敢若剩6.5尔。旅游业为着要来救业绩，推缩到优待时间，像讲无论是2天1暝，或者是3天2暝，飞行机和饭店自由行，平均册一个人4000块有找。民众出来街路抗议反送中的行动，影响到观光产业。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的半年去香港的台湾人比去年减5%，9月更加是创下11年来1个月来上少的纪录。另外，台湾、香港的航班，逐个月嘛拢减200-300台，过去载客率平均拢有8成到9成，今嘛干那剩超6成5。旅游业者为着救业绩，机票、饭店拢出现拍折的空间。有一些4、5星的酒店，它可能原价是到这个5000以上，可是它特价的时候可以到大概2000多、3000，可是现在就几乎都是到1000多就可以入住。大家拢杀优惠并促销，像讲向西旅游就杀香港2天1暝自由行，飞行机加饭店一个人上少3888，若是要住迪士尼的饭店，佮加3000块就会用的。五福旅游嘛杀3天2暝，飞行机加饭店一个人上少3888，科罗旅游杀2天1暝自由行上少3688。那基本上还是以年轻的族群可能会比较受到低价的吸引，不然原本圣诞节、跨年或者是维多利亚港的烟火，都是吸引很多各个年纪的客层都会去的。不过，贸易业者伊讲，明年抗争的规模会变较确实，所以开始有民众咧问明年的机票甲饭店，因为抗争的活动主要集中伫市区这的交通主要的所在，甲遐的所在比起来，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拢较无受到影响。不过，民众对香港会放心的，会去香港旅游的，也是拢爱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就真好佚佗啊！感受外车人特别来到台湾留落来这个图，中华秀水金陵社区办花海节，比往年加1倍数量，拢总超过40外架花残，内底有日头花，也阁有油菜花、波斯菊，也就是纳里亚花，五花杂色，互人看甲目睭拢花花。另外，阁有花海斗图，那亲像是徛伫咧花坛内底，为半空中一个看落，那亲像是外车人捌来过，留一个神秘的图形。遮尼水的花蕊，对方咧摇晃，就敢若亲像徛伫咧花毯顶悬，互人心肝头焦送人起来。白色的、粉红的、胭脂红的、甲柑仔色的，即落五花杂色、青笑分明的花海，是安尼水甲袂讲尽。游客摕翕相机啊，要来翕遮尼水的镜头。这边的花色跟一种花的数量跟那个颜色还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对，还蛮好拍的。很漂亮，就是很有层次感。不输日本。蛮漂亮的，特地过来拍个照。虽然讲有较清冷，不过游客要是带因规家大细来遮翕花，伫咧中华秀水的金陵社区举办花海节。花的数量比逐永年阁加1倍出来，占地有40公顷。花田内底有种日头花、油菜花、拉里亚花，这无同的花蕊，这会使讲是互人看甲目睭都袂赴长轮。透过空翕机的镜头，看这个花田已经变做真水的斗图，嘛亲像迄落天外人因留落来神秘图腾。而且来遮，毋但有这个迷人的花海通啊欣赏，还佫有来斗搭一寡创意的装置，嘛还佫有风吹。若是日暝了后，伫咧灯光的照影，安尼互规个社区添添真侪即落罗曼蒂克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同款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天气一个反寒，6点好，麻辣火锅店生意特别好。休困一个带大来食看卖。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势。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
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女人的精神永琪，探望病人固然重要，抓捕凶手等等更重要。皇上身体康健，根本无意那么早立太子，你又着什么急呢？未雨绸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先除掉5阿哥。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即马是台湾麻鱼仔大出的季节，抓到量算的有700万尾，也毋过一寡放窟的业者发觉讲有钱煞买无麻鱼仔，原来就是因为咱台湾麻鱼仔一尾介绍行情是100块，若是走私到日本一尾会当卖到190块，加买一杯。即马走私的情形会当讲真正力，讨价人有钱，阁无一定买得到。麻伫火炭顶悬烘甲吱吱叫，刮一个甲显气，即落芳香香的芳气，互大人甲囡仔拢安尼挡袂牢，要紧甲摔一个。有真侪人拢真喜意食麻鱼饭，毋过即马想要食，先啊头都要加开挂，这是因为饲麻的养殖业者因连麻仔都无地买。嘉义沿海麻仔的捕获量，伫即期已经超过前一期的数量，掠我要700万尾。不过，即落麻仔是安尼看会到买袂到，原来是因为走私伤过抢光咯。有钱嘛买无麻仔吗？因为佫减产，佫走啦，佫特别佫厉害，无当买。金门的海协甲桃园机场小连续去接到即个麻仔走私案，业者讲，台湾的麻仔一尾卖100块，要若是转手了后，佫差不多是110至120块。啊，即摆出来来到咱遮。咱做第一站的，伊乌条就是安尼走，啊，即摆咱遮掠了，则对大陆、韩国、日本。若是讲走私到日本，一尾会当卖到170至190块，安尼差不多规倍的走私才会才加压。台湾掠麻仔的时间是亚洲上早，麻仔的品质嘛是上好，毋过嘛是拄好去拄到日本的麻仔济，日本的渔民大家都抢要爱，所以即个麻仔的价销就安尼愈探愈悬咯。这嘛连带互养殖业者咧嗨餐讲啊，这实在有够咸。记者综合报道。食饭时间手路菜，老店烤麻辣鸳鸯锅，店里的麻辣汤上牛的大骨，丁香肉桂在内，挖30款的汉药材，掺大粒葱头，红仁仁才实在，用慢慢火慢慢啊烘的。店里的鸭血豆腐拢是逐工现煮，掺入去麻辣汤内底，特别食味。老店即马由第2代头家接咧做，加少年人入来到内底，有搁较侪创意，像讲到椰子鸡糕，也搁有规粒的椰子含土鸡仔肉，规个落去烘，吃起来搁较清爽。继续要让大家会当食到好滋味。麻辣汤来豆打卤一暝鸭血甲豆腐做伙煮，甲汤汁的青甜咸辣素甲饱。这个小花麻麻，搁带麻味啊咸的口感，让人愈吃愈爽脆。我觉得鸭血豆腐就是入味很重要。那我觉得他们的鸭血跟豆腐都蛮入味的，鸭血就很嫩。对啊，豆腐就蛮扎实的。另外，这道白汤是对大陆传过来的新口味，选用高雄也是屏东在地出产的椰子类去炼制。最后帮各位加入新鲜的椰子水，剩下的椰子水我会帮大家调成高汤拿过来。汤底选择很多，然后其实我们带小朋友来，就是有清汤，还有今天他介绍的椰子鸡，还蛮清爽的这样，然后它的肉质都是算蛮新鲜的。鸡骨先落鼎小炸一下，再加一寡垃圾泡甲沥掉，安尼就会当传来熬汤咯。甲芹菜、仁义甲葱头做伙落鼎，甲挂甲砍好势，用温仔火甲熬2-3点钟，安尼厚嘟嘟的鸡骨汤才有算熬好势。对，全换了，换成云南的对。看看经30种的中药材甲这个香料，来豆打牛筋牛骨汤，搁来甲掺家己炒的咸椒仔油。吃来做伙来甲煮，安尼，让这个汤底都有加中药的香气。一定要在食材上不能妥协，一定要在我们消费者吃下去要能够安心。
要甲团糖的担头甲打起来。因两个人的老爸因为做伙做工课，伫15年前就成立这个麻辣火锅店。上早是伫台北市仁爱路起地的，前一阵因为受到景气无好的影响，含这个租期阁要到啊，安尼孤不二将才甲店甲收起来。老店的第二代张大正对美国留学转来，伊较早做所谓广告行销真侪年啊。也若王灵轩伫个英国留学毕业了后，嘛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咧大陆拍拼。不过为着厝内的好滋味，决定去年对老爸的手头甲接落来，甲老店的招牌阁甲打起来。这是我有一个家的情感的存在，所以说，味道反而已经跟我的情感跟记忆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品牌让更多新的人认识我们，而不是只有一些老的客户，让他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了。然后一些很多，那会导致到我们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是我自己也很想要去通过我的方式让这品牌发光。虽然讲接班到单，会使讲是规年烫天拢无休困，不过因欢喜做甘愿受，虽忙真忝嘛是真乐痛。要让它过去的传统在时代中重新去淬炼出新的东西，但是却不能忘本。对，这一点是必须要很清楚的在衡量的。为着要让老店来添添新的风采，甲过去的传统过来甲斗打新的变叫。不过无变的是招牌麻辣汤的老滋味，这总是互人安尼散伫心肝咽啊。记者综合报道。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势。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女人的近视依赖，永琪，探望病人固然重要，抓捕凶手等等更重要。皇上身体康健，根本无意那么早立太子，你又着什么急呢？未雨绸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先除掉5阿哥，再除掉你，拿下，还有谁是12阿哥的对手？混账！一出手就伤了这2个儿子。是你！大周4晚间11点，台视《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歹势，我今日知影头壳出代志，叫陈英贵走去，伊是3条人命，煞逃无半身钱。咱家发生这个大劫数，算是帮败啊！这钱你摕咧，去外口找机会。嫂，你莫跟我走好无？我今来乌大，啥物拢袂晓，但是我会趁钱坐一顿，代替阿爸、大爷佮二爷照顾这个家。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台视红白给你超梦幻卡司，超级偶像。超级天王天后。更多超豪华卡司都在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消失不见算了。走吧，他不会来了。那么不守时，他怎么交女朋友？郭冠亮，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会跟警察在一起啊？
好夸张，你是有什么毛病？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密，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3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你认为正事依赖？永琪，探望病人固然重要，抓捕凶手等等更重要。皇上身体康健，根本无意那么早立太子，你又着什么急呢？未雨绸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先除掉5阿哥，再除掉你，拿下还有谁是12阿哥的对手？混账！一出手就伤了这2个儿子。是你！下周4晚间11点，台视《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歹势，我今日知影头壳出代志，叫陈英贵走去，是3条人命，煞逃无半身钱。啊，咱兜发生这个大劫数，算是帮败啊！这钱你摕去外口找机会。嫂，你莫赶我走好无？我今来学堂，啥物拢袂晓，但是我会趁真济一顿，代替阿爸、大爷甲二爷照顾这个家。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台视红白给你超梦幻卡司，超级有效。超级天王天后。更多超豪华卡司都在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好，
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埃及二伯伫咧吉萨附近的大埃及博物馆，拢总用7268杯的咖啡杯摆做一个赌碳卡文的黄金面具，也就是金马的小龟仔卡，得到金氏世界纪录。新闻上尾朝大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难道3